依家個社會咩都要快，財富要極速增值嘅同時，回報一樣要有保證。恒生保險有限公司嘅極速享人壽保險計劃1年及精選5年人壽保險計劃，為你短期及中期穩妥增值財富，兼享人壽保障。一齊睇下呢兩個人壽保障計劃點幫到你。極速享人壽保險計劃提供極短嘅1年保單年期，幫你更有效運用資金。陳先生希望喺唔穩定嘅市況底下，短期內保證增值財富，同時有效理財，所以決定投保極速享港幣計劃1年，並以單次繳付方式繳交保費，只需1年時間。陳先生喺保單期滿嗰陣所收到嘅保證現金價值大於已繳總保費，極速完成財富增值。極速享人壽保險計劃1年，短期內保證增值財富而唔受市況影響，仲享有人壽保障及意外身故保障，令你倍添安心。為咗達成中期儲蓄目標，陳先生決定投保精選5年人壽保險計劃，並以年繳方式繳交保費，只需繳交2年保費就可享5年保單年期嘅人壽保障，仲享有一筆過嘅保證現金價值，幫佢輕鬆穩妥達成中期理財目標。精選5年人壽保險計劃，多個保費選擇，無論月繳定年繳，2年保費輕鬆繳付。仲享有人壽、意外身故及失業延繳保障，令你更安心無憂。極速享人壽保險計劃1年及精選5年人壽保險計劃，簡單幫你達成短中期財富目標，同時兼享人壽保障，令你可以穩中求富。想了解最新保證回報率及更多計劃詳情，請瀏覽以下網址